大家平安。现在既然伫礼拜中来收圣餐，收圣餐一方面，咱伫孝念耶稣基督；一方面，咱伫孝念甲罪有关的事。因为耶稣基督爱伫十字架顶承认，就是甲罪有关的。罪毋是耶稣有罪，是咱有罪。所以今仔日咱要伫即个圣经查甲今仔咱的讲道的主题中间，咱要来想一个题目，叫做下罪。下罪。啊，倒咱预备顶落，甲咱读的这段圣经在约翰福音的第8章这段，这个圣经在的发生是伫迄个圣殿中间发生。然后，侪人伫迄个所在聚集出入，是因为当时遮个文士、法利赛人，因有掠到一个犯死罪的一个负责人，这个负责人是众人的中间。我相信，迄个场面对这个负责人来讲，迄是真歹势，真见笑的一件代志。大家人掠这个负责人紧紧看。看过来，大家要安怎来审判这个负责人？因为照摩西律法来规定，若犯了这种奸淫的罪的人，逐个人拢会当摕石头，甲这个人甲伊钉死。迄个时阵摩西律法的规定，所以处罚的方式就是用这种方式。所以这个负责人当时的心境、当时的心情，一方面嘛感觉真见笑，一方面嘛感觉可能伊爱准备有受死。迄种的备办，因为确定啊，人会摕石头，甲伊活活，甲伊钉死。总是伫整个这个代志咧进行的中间的是，由耶稣基督的介入。耶稣基督的介入，互这件事产生一个真意外、想袂到的一种的变化。耶稣基督若无介入伫这个事件的时阵，这个负责人可能已经等下就去用石头，甲伊活活，甲伊钉死。总是耶稣。甲这个负责人有一段宝贵时间，这是耶稣的机会。耶稣基督甲这个负责人讲，无人定你的罪吗？无人定你的罪吗？因为耶稣先开始先伫遐讲，无罪人才会当用石头甲伊钉死。所以有人有一天伫迄个所在离开，了后耶稣甲这个负责人，较有一个个人的谈话时间，讲无人定你的罪吗？无人定你的罪吗？这个负责人甲耶稣伊讲主啊，无。然后咱今仔日11章的所在伫遐后边耶稣讲，我也无定你的罪，去啊！但以后无你搁犯罪，去啊！但以后无你搁犯罪，我嘛无定你的罪，我嘛无定你的罪。我想这个负责人，伊连想嘛无想过耶稣会安尼甲伊讲。所以当耶稣安尼讲的时阵，好像就伫伊的边啊，一个真大的钟安尼弹起来，钟互伊感觉伊真着惊，因为这个钟声好像就咧甲伊宣布讲，你有当免死，若无的时阵，大家会当摕一头来活活甲赶死。但是耶稣安尼宣布了，耶稣安尼讲了的时阵，其他人拢离开啊。耶稣最后伫迄个所在嘛，甲伊讲，我无定你的罪，但你通离开啊，以后无可能犯罪。好亲像耶稣甲伊宣布一个免死的一个命令，相时呢，好亲像佫将这个见效甲伊半消。无本来徛伫迄个所在，大家拢咧看啊，大家拢咧看。感觉一个负责人伫迄个时代犯这种奸淫的罪，迄是真见效的事。总是耶稣讲安尼了后，好亲像迄个见效，全半消去。这个负责人连想嘛无想到，耶稣讲话讲无济。耶稣的话真简洁、真短，总是内容伫迄个所在有讲袂出、讲袂出的好处，说袂尽的稳定。敢是？咱甲咱看耶稣讲迄两三句安尼尔。对于这个负责人来讲，有讲袂出的好处，有说袂尽的这稳定。主的稳定是遮尔啊深，遮尔啊远，遮尔啊开阔。伫迄个中间，甲迄个负责人讲这个话，他说。耶稣若伫讲话中间，佫有无共款的对话，耶稣若甲这个负责人讲，我无定你的罪，总是你嘛请走，你还佫徛喺遮，徛到一头落山，啊你才通转去。你想，迄个情景会真做安怎？迄个负责人
无受定罪，总是伊会徛伫遐，啊徛到一头路线，才当转去的时阵，人对遐过的时阵，你想会是安怎？你敢问？你安尼是安怎徛在遮？你用步徛，你是安怎？啊你犯啥物过失？做毋着啥物代志吗？无你哪会伫即个所在步徛？然后真侪人伫即个所在来甲伊问东问西，甲伊讲遮个时阵，你想即个负责人是毋是搁较难堪，搁较见笑？伊免咱讲，是安怎伊伫即个所在互步徛，步徛到一头路线，伊嘛无法度讲，但是当讲了的时阵，我相信逐个人传话愈紧，个消息愈开阔，一个囝可能同桌个人，一个囝附近个人，所有个人拢会知影即个代志，迄是一个无名誉的代志，无好的代志。因为大家甲伊问了，我相信所有人就会知。总之耶稣无安尼甲伊讲，耶稣伫即个所在，互伊一个上介大的恩典。这个恩典就是，当你通离开啊，以后无搁犯罪。我想即个负责人可能袂当明白耶稣咧甲伊讲，讲你会当离开，我嘛无定你的罪。以后无搁犯罪，到底咧支持你？到底耶稣甲伊讲的即个恩典是干即个时阵吗？我即个时阵我有领即个恩典，我若耶稣甲我赦罪，无定我的罪，离开即个所在，这段时间我就是无罪。但是即个负责人可能袂当理解耶稣咧讲的迄个甲伊讲，我也无定你的罪，当你通离开。伊个意思就是耶稣将即种恩典无限的延伸，延伸到啥物时阵？延伸到伫上帝迄个所在，将来上帝的面前审判的时阵。主嘛无要搁纪念伊即个罪，因为耶稣伫迄个所在宣布讲，我无要定你的罪，你通转去，用我的圣经讲，你通平安转去啦。你看，这是我尔欢喜的代志。对即个负责人来讲，伊从来毋捌想到有遮尔大恩典，伊嘛我从来毋捌想到有遮尔大的好消息会临到伫伊的身上，阮这是一个罪伫伊的身上呢。甲生死有关的罪，爱用死去换回呢。这个罪是用死换回，就是大家用石头活甲伊讲死。这个代价，这个罪代价，伫当时的律法是安尼说。总是这个负责人，伊无想到，伊有遮尔大的恩典，会当互耶稣伫迄个所在甲伊宣布，遮尔大的自由心，不但无罪，会当轻松离开现场，太有遮好的代志。然后耶稣甲伊讲的即个讲，我无定你的罪，一个延伸到伫上帝将来审判的时阵，上帝嘛无追究伊的时阵，我相信对即个负责人来讲，伊毋知影伫耶稣基督内面所得到的宝贵，所得到的恩是遮尔啊大。咱伫即个过程中间，咱看见，今仔咱要甲主上甲修圣餐，甲主上甲人坐。但是，即摆你感觉你有罪啊无？无一个人伫上帝面前，甲伫主的面前讲伊无罪。总是每一摆咱修圣餐的过程中间，互咱来面对就是，咱面对主。是安怎基督爱伫死的决定？是因为基督看见咱的需要，咱是有罪啊。总是圣经甲咱讲是好消息。照圣经所甲咱讲，咱若家己知影咱有罪，咱欢喜伫主的面前来承认咱的罪的时阵，主要赦免，然后主要抹消遮个所有一切的遮个罪过，一笔勾销，一笔勾销。只要咱肯伫主的面前来承认咱家己的罪过，追求主的赦免，你当咱就会当伫主的面前赦。亲像即个负责人共款，伊免徛伫迄个所在，互人家己目睭金金看，嘛免互人伫迄个所在家己问东问西，你是安怎徛伫遮？你是安怎爱做即个代志？是安怎？免。但是看见讲迄个负责人，伊就会当，大概会当打起来，离开，因为耶稣基督恩典遮尔大，赦免咱，互咱无一直活伫迄个见笑的中间。人伫主的面前，咱有当罪过，总是照圣经所讲，人若会当去面对着咱家己的罪，伫上帝面前的时阵，咱伫遐承认主，会当承做咱的主，会当洗清咱的罪过。但承认咱有即种的欠亏，咱有即种的软弱，甲有即种的缺失的时阵，咱的主就会当赦免。你想看卖啊？
即个负责人伫头到尾中间，伊敢有承认伊的毋对？伊敢有讲啥物话来讲着伊真软弱，也真对不起大家做毋对即件代志？伊敢有讲遮个？圣经伫迄个所在，互即个负责人的问题是超越咱所想象。即个人还未承认伊有罪，即个人还无讲伊有啥物过失，伊有做毋对啥物代志，见笑的事无还未讲。耶稣基督伫迄个所在主动的稳定手底下来讲，我嘛无定你的罪。因为今晚咱伫咱的生活中间，你有偌济机会定别人的罪？总是基督有先问看讲，咱有定别人的罪无？就讲我嘛无定你的罪，我嘛无定你的罪。当你通离开以后，无你搁犯罪，这是偌尔大的问题，偌尔大的问题。这是真多人袂当想象，这是基督教信仰中间特别的一项。所以伫基督信仰中间，咱要甲人传福音，咱要甲人分享耶稣基督的听的时阵，一定爱讲到罪这件代志。因为罪这个物件是无法度对人的心就绑定。除了咱的主会当向罪，甲咱洗清气以外，无别条路。所以基督教信仰的教义中间，你着爱讲到即件罪，若无的时，即个福音甲咱无关系；若无的时，即个福音就无亏咱。是因为罪伫咱的中间，主甲咱讲，我无去纪念遮个，我无定遮个，你通去，以后毋通搁有遮个事。我咱伫即个过程中间去经历到一个问题。当主耶稣甲即个负责人讲遮个简单的几句话的时阵，好亲像伫迄个精神的顶面。甲脑海内中间保留一个意思，甲即个负责人讲，敢若佫讲，我甲你赦免你的罪，啊你以后莫佫做这个歹代志。莫请你莫请走哦，你莫请走。今仔下暗吼，有一个宴席，人请我去食饭。我想讲吼，我嘛邀请你甲我做阵去赴这个宴席。好亲像，即种的心境，耶稣好亲像甲即个负责人安尼讲。嘛，好亲像家己咱在座今仔日咱的水上弟兄姊妹人安尼讲，咱的今仔日情景嘛亲像安尼。耶稣基督无甲咱判咱的罪，相时佫甲咱讲一个好消息，讲今仔有人要请我食饭，你，我嘛甲你邀请，甲我做入去啊，赴这个宴席，你想看没？咱是啥物款的人？咱是有罪啦，咱就爱受定罪。他有迄个资格，佮甲主耶稣去用赴宴席，去用请，有啥物身份，佮有啥物资格？总是主耶稣就是用这个去伫咱的面前，甲咱讲遮个，啥物原因？咱的情景就是今仔日主赦免咱的罪，连去咱上界大的见笑伫天君天使面前，而且拢半笑了后，甲咱讲，咱是即个地面上无迄个死亡的肉体上的精神啊。咱每一个人拢会死亡，但是会啊。总是迄个死亡的背后，迄个上界大的精神，就是灵魂的死亡。总是基督甲咱赦罪了，佮甲咱宣布一项好消息，就是咱的灵魂袂要死。然后，你到伫上帝迄个所在，伫天有一个真大的宴席咧等咱。咱要受基督的邀请，甲基督做阵伫遐，甲上帝伫迄个遮尔大稳定赦罪迄个宴席中间，做阵坐伫个宴席内底啊。咱有啥物款的资格？咱有啥物款的材料？总是主就是安尼邀请咱，好亲像甲咱当做是一个身份真高贵的人共款。要紧，赦咱的罪，佮甲咱邀请到伫天君天使上帝迄个天庭的所在，甲伊三甲伫遐享乐，甲伊三甲享受即种的稳定听。对伫遮，咱得到遮的稳定交代。讲到即个所在，咱要过来看即段圣经的时阵，有可能看一段圣经。会当看有即个负责人安怎样，甲即个耶稣基督做感谢的事。大概你真正圣经找无即个资料。即个负责人嘛无甲耶稣讲，老啦咯，感谢你哦，吼，喘一个气，无。因为当主耶稣甲伊讲安尼了后，伊可能嘛感觉一方面嘛感觉真歹势，所以赶紧离开迄个现场。圣经内面有记载讲，80个钓太高的人来就问耶稣，然后耶稣
拢家医治了，拢互因清气转去。一十个太古的中间，有几个人倒来甲耶稣敬拜，甲耶稣感谢。10个人中间拢受医治，几个人倒来，敢若一个人倒来，倒来甲耶稣甲伊敬拜，伊也感谢。其实恁特别爱记哩一样事哦，即个人倒来是伫遐阿罗上帝，佫上面感谢耶稣，感谢佫敬拜，感谢佫敬拜。所以耶稣在讲，另外迄教会伫倒位啊？今日咱毋是要探讨讲，即个妇人人到底走去了，不如倒来甲耶稣，伫迄个所在甲耶稣感谢，甲上帝敬拜啊无？总是咱要讲的就是，今仔咱坐伫即个所在，确定啊，咱要来修圣餐。今仔咱是有一个当做的人。安尼，咱互主来甲咱赦免，这是一个真大恩典。所以咱三甲主进主的面前，咱直接感谢咱的主，然后咱直接敬拜，敬拜过了咱的主。敬拜中间，咱就是咧感谢咱的上帝，感谢伊洗净咱的罪，互咱对垃圾的中间来诚做清气，互咱对努巴地的中间诚做三巴地。就是你什么都拢毋是，咱人什么都拢毋是，总是上帝甲咱洗清气了，互咱诚做一个真特别的一个。伊嘛会当邀请诚侪贵宾，互咱会当到伫上帝迄个所在，甲伊三甲同齐。咱的新闻有安尼怎改变？头尾今仔咱所看的即个圣经在中间约翰福音书的一段真简单的一段记载，真感动人的一段记载，咱是要伫遮来将焦点一直放伫即个妇人人的身上，亲像浪子的即个批图，有真侪人将浪子的批图的焦点一直放伫浪子的身上，毋对去啊！浪子的批图的焦点是啥物人？是迄个最老爸，最老爸。今仔日即个比喻，互咱看见即个故事的记载中间，互咱看见迄个焦点，咱毋是看放伫迄个妇人人的身上，是放伫耶稣基督的天的身上。迄个焦点，咱就要去走去，咱才会当知讲啊，若是当耶稣安尼甲咱讲的时阵，咱永远会当得到即个上回稳定。然后咱要创啥？咱的回应是啥？赶紧走吗？赶紧离开吗？见笑赶紧离开吗？咱就爱到主的面前，伫遐来敬拜，咱伫遐感谢，感谢，因为互咱的罪得到赦免，伊互咱会当通过安尼伫主的面前恢复一个新、全新尊贵的生活。主的面前，透过这个圣餐，咱嘛会当伫主的面前搁一摆来想起咱，通过安尼咱珍惜今仔日的滋味，珍惜今仔日的感谢，珍惜今仔日的敬拜。小今仔日咱甲主三个人同心嘛，请求的主，我的上帝，我要学乐感谢你。伫你的本性中间是充满公义、真爱、圣洁、无限主。主，你创造阮伫即个地面上，你上界大的自由放伫阮的心上，互阮有自由意志。总是阮伫迄个自由意志中间，阮选择犯罪，得罪你，离开你的道路，互主你伤心，互主你艰难。总是你无因为安尼来甲阮切断迄个关系，咱是搁将耶稣基督赏赐伫阮的中间，互基督的宝血伫十字架顶伫遐受流出，身躯受拍破，为着要赎回阮伫你的面前迄个罪，即个上界深的一个问题，会当得到解决。主，阮通过今仔日的即个经文中间，看见上帝你有遮尔大丰富的恩典，透过耶稣基督来施落伫即个妇人人的身上，我嘛相信今仔日21世纪的阮，伊原会当平平得到遮尔大的疼痛甲恩典。主，你甲阮讲，你无免定阮的罪，愿通平安来离开。以后阮嘛无定别人的罪，以后阮袂通去做遮个无好的代志。主。到底阮会当偌大的欢喜，就看阮看待即件恩典有偌大，阮就会当产生偌大的喜乐。主感谢你，阮今仔日三甲主就伫你的面前，阮搁一摆要来受圣餐。少年耶稣基督是为基顶所付出，也感谢天父上帝，你伫早旧约以前的时代，你就已经参悟预言，要有一位基督。来到伫人的中间，主即种的成全，就是阮人类上介好的礼物。阮用安尼，阮的罪过会当赦落，阮会当伫即个世间，当大兴因恩顶向上帝讲，主，阮感谢你，
伊是何等遮尔大的恩典，施落伫阮微微有罪怪的人的身上。阮伫即个地面上会当活得喜乐，会当活得平安，活得健康，互上帝你来采用，这是阮应该做。感谢你，愿意阮伫踮仔几月中间，阮的心思意念，阮的美满，放伫敬虔内底。透过一个饼，透过一个杯，三甲甲你做阵来回顾，各个他顶面所行过迄个艰苦的路径，所流过遐个宝血，遐所听的规阵人群，遐个委屈、啼笑、喊话的声音，一个历史，搁一摆踮来到伫阮的中间。总是遮历史甲阮讲起，今仔日阮毋是要做犹太，今仔日阮毋是要做兵丁，今仔日阮毋是要亲像遮学生，出卖耶稣、逼迫耶稣、盗窃耶稣，咱是为即个21世纪去做一个坚定、勇敢的基督前程，然后伫人群的中间讲起上帝你的恩典永远算袂了，献上伫你的面前的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主名。